一名內地女網民喺社交平台發文，控訴喺香港旅遊嘅時候遭遇不快經歷，包括喺港鐵站內踎低等車嘅時候被掟硬幣，以及喺巴士站候車嘅時候被指打尖，直言絕對唔會再嚟第二次。控訴喺香港旅遊期間遭遇當地人嘅不友善對待，貼文隨即引發網絡熱議。該名女網民喺貼文中表示，深深感受到香港人對內地人的不友好，因為走路太累，在地鐵蹲着等車，被一個香港人扔了1元硬幣，不知道說了句什麼，雖然聽不懂，但一定不是什麼好話。等公交的時候，大家明明是分散的，公交來之後，大家自動排成隊伍，我和朋友明明站在隊伍的最前面，我們也等了很久，卻被後面的一個香港女人斥責我們在插隊，說一些亂七八糟我們聽不懂的語言，一副要吃了我們的嘴臉。請問你是不會好好說話嗎？來之前就聽朋友說香港沒意思，就是破爛街道。哦，是這樣的。貼文發表之後，引嚟大批網民留言發表意見，有部分網民對事主嘅遭遇表示同情，認為無論如何都唔應該採取掟硬幣等不禮貌行為，並且分享自身在港旅遊嘅時候體驗欠佳嘅經歷。然而，大批網民就指出事件可能源於文化差異同埋誤會。有網民解釋，香港嘅巴士站通常設有明確嘅排隊指示或者地標，唔同路線嘅乘客會各自有條理咁排隊，而非事主所形容嘅分散站立。因此質疑事主同埋其朋友可能喺巴士抵站時無意中插隊，先至會引起衝突。另外，亦都有網民直言，喺香港嘅公共場所踎喺地下多數被視為不文明嘅行為，且容易阻礙行人通道，呢個可能係導致其同當地市民發生爭執嘅主因。